大家好，我係莊清。今日呢條片我會同大家有系統性咁樣講下澳門賭場洗牌機嘅發展史，由以前大家見過比較多嘅第二代蝸牛洗牌機，去到後期第三代為咗修補第二代問題嘅蝸牛洗牌機，再去到而家澳門幾乎全部賭場都轉用晒嘅鱷魚機。呢條片我會今次講三樣嘢，第一樣呢三部機嘅發展史嘅順序同埋個分別啦，第二樣就係每一代嘅洗牌機點樣為咗解決上一代嘅問題，又衍生咗啲咩問題呢？第三，我就會喺片尾俾大家睇下實物，甚至乎打開入邊俾大家睇下洗牌機入邊嘅神秘結構啦。好，而家首先同大家講下第二代洗牌機開始啦。有啲人可能會問啦，莊清老師，而家澳門都轉晒鱷魚機啦，點解仲要講第二、第三代機啊？原因好簡單，因為我哋唔好淨係望住澳門，澳門的而且確係全世界最有錢、最密集、最重視賭場設備嘅市場之一。澳門有好多錢，亦都係上市公司幾百億收入，所以佢哋有能力去高速去追到時代嘅最頂峰。但係你只要放眼世界，你就會知道，其實仲有好多國家、好多賭場仍然係要用緊第二代、第三代洗牌機。點解呢？得一個原因啫，就係成本。一部洗牌機其實唔平嘅，對於好多細賭場嚟講，一部蝸牛機第二代買咗之後，佢連第三代都未必有錢買，更加唔好講要再換最新嘅鱷魚機。所以如果你淨係識得喺澳門揾呢套系統嘅話，你就會以為舊嘅機係冇晒價值。但係現實係喺呢個世界，舊嘅機仍然存在。只要舊嘅機存在，舊嘅機嘅結構問題就自然有存在喺呢度。大家仍然就可以喺舊嘅洗牌機嘅漏洞入邊揾到利潤、揾到回報，而唔係一嘢就要跳到去鱷魚機最高級嘅嗰一個漏洞。好啦，今次正式講下第二代洗牌機啦。咁大家而家見到呢一部呢，就係第二代洗牌機啦。咁佢當年推出嘅時候，佢唯一嘅目的就係得一個，就係解決傳統數牌嘅問題。等你唔好可以為咗知道出咗咩牌就記得之前嘅牌，入鄉冇辦法修補嘅問題，洗牌機就用連續洗牌嘅方法直接打破咗佢。佢嘅出現將啲牌一用完就即刻放翻入機器，永遠循環。表面上就好似一個無限嘅牌局咁樣，咁令到你冇辦法數牌。咁呢個就已經完全解決咗數牌嘅利益。但係問題係，佢機器解決咗一個問題之後，唔代表佢就冇問題。第二代洗牌機最大嘅問題係，佢唔需要傳統嘅數牌，而係佢本身結構嘅派牌過程就已經出現咗一個非常嚴重嘅漏洞。簡單嚟講，我哋當年就係買咗部機之後，我哋喺發現佢根本就唔需要數牌，我哋就已經可以推斷到下一張牌係乜嘢。呢個問題比起數牌更加嚴重，因為數牌只係大概知道有啲咩牌，然後知道個期望值。但係呢個機器漏洞，我哋係直接針對機器運作嘅邏輯本身，所以當年第二代洗牌機帶嚟嘅利潤係比起傳統數牌更加高、更加誇張。當然啦，賭場知道咗呢個問題之後，佢唔會唔理啦，所以喺好快之後，佢就推出咗第三代蝸牛洗牌機。一部第三代蝸牛機，表面上你睇到同第二代好相似，外觀差唔多，但係其實佢嘅出現就係第一個目的，就係為咗修復第二代蝸牛機冇辦法喺簡單嘅結構上邊就可以解決嘅呢個漏洞，所以佢就用咗第三代蝸牛機嘅升級外形同埋升級咗入邊一啲明顯嘅結構，修復第二代洗牌機嘅問題。但係機器世界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乜嘢呢？當你為咗修復一個漏洞嘅時候，就改變咗原本嘅結構，就係咁樣，另一個漏洞就出現咗啦。第三代嘅蝸牛機正正就係呢個問題。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第三代蝸牛機之後，我哋發現咗佢為咗堵塞第二代蝸牛機嘅漏洞，反而衍生咗幾個新嘅問題。換句話嚟講，第二代蝸牛機得一個大漏洞，但係第三代機就唔止一個漏洞咁簡單，係出現咗幾條唔同方向都可以攻擊嘅路徑。我哋發現咗第三代蝸牛機最少有3個方向可以去攻擊佢，而且我哋相信喺咁多個職業團隊入邊呢，我哋係少數能夠完整理解晒第三代蝸牛機全部漏洞嘅團隊。因為我哋出面喺見過好多團隊操作第三代蝸牛機漏洞嘅時候呢，好多時都淨係用其中一種或者2種嘅方法，完全理解晒整個系統弱點嘅人呢，我哋見到太少啦。而且到目前為止，我哋都冇發現有人喺第三代蝸牛機上邊操作一啲我哋唔理解嘅漏洞，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第三代蝸牛機主要可以操作嘅漏洞基本上都俾我哋完整解拆晒啦。亦都係因為咁，澳門過去10年8年，你會見到喺賭場入邊有好多奇怪嘅現象。大家都用蝸牛機，但係唔同賭場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程序。例如有啲賭場可能會儲40、50張牌，甚至60、70張牌先放翻入部機度啊。有啲賭場每次又會開牌之前又燒2、3張牌啊。有啲賭場又會將儲起咗嘅牌放入機之前人手再洗一洗啊。有啲賭場仲會不斷咁樣改變佢回收嘅流程啊。等等等等唔同嘅奇奇怪怪嘅流程。
表面上嚟睇，好似每間賭場都有自己一套嘅內部規則，但係其實背後都係得一個原因，佢哋想堵塞第三代蝸牛機嘅漏洞。但係問題係好多賭場都只係知道有問題，但係佢哋唔知道問題喺邊，所以佢哋做好多程序其實都喺度盲目補救。有啲程序的而且確係會降低咗我哋操作嘅價值，但係佢冇改變到我哋正期望值嘅重要結果。所以如果你唔知道漏洞真正嘅原理，你只係改程序嘅話，最多只係會增加干預，係冇辦法修補嘅漏洞嘅。直至到幾年前，最新嘅鱷魚機終於推出啦，開始澳門大規模咁樣去，好快就轉晒，而且澳門賭場亦都好快好集中咁樣將舊嘅機全部轉晒鱷魚機。呢個轉變唔係偶然，原因係第二代、第三代蝸牛機嘅問題已經唔單靠賭場內部嘅程序可以完全解決，所以廠家就出咗最新嘅設計，完全面重新處理過。鱷魚機嘅出現，本質上就係一次更加深層次嘅防守升級。佢唔再只係單純處理第二代機嘅問題，亦唔淨係修補第三代機嘅漏洞，而係嘗試從整個洗牌流程、回收程序、隨機程序重新設計一套更難被分析嘅系統。但係問題又再一次出現啦。當一部機器為咗防止舊漏洞，而將原本嘅隨機系統加入大量嘅限制條件同埋防衛規則嘅話，佢表面上係好安全，但係從數學上、機械角度上同系統去睇，佢已經唔再係一個單純嘅隨機系統。而一旦一個系統唔單純隨機嘅話，而加入大量防止某啲事發生嘅條件，咁佢就會有機會產生另一個偏差。而鱷魚機最值得研究嘅地方，就係佢為咗解決第二代同埋第三代蝸牛機出現過嘅漏洞，反而創造咗一個新形態嘅結構問題。而經過我哋研究之後，我哋已經揾到呢一個鱷魚機完整嘅漏洞。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想了解洗牌機漏洞，歡迎聯絡我。不過我都想強調，呢一個洗牌機漏洞唔同數牌，唔同嗰啲簡單嘅漏洞，操作起上嚟都唔容易，而且佢需要嘅本金亦都大。我非常建議只係有經驗嘅行家去了解呢一個漏洞嘅詳情。好啦，喺呢度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一啲實體俾你睇到嘅機啦。咁大家可以見到而家呢一部呢，淨喺澳門嘅話呢，你應該好少機會再見到噶啦，就係第二代洗牌機啦。你見到個窗口嗰度呢，喺側邊有一個長地嘅窗口，呢一個呢就係第二代洗牌機獨有。你見到呢個就係如果早幾年都有喺澳門開始賭錢嘅人就會見得好多啦，就係第三代洗牌機。而家呢一個就係而家日日你都見到嘅鱷魚機啦。點解叫鱷魚機呢？就係因為你哋見到淨係得上邊嗰一橛嘅啫，你唔會見到下邊嗰一橛嘅，所以就叫鱷魚機啦。好啦，而家教大家分辨一下啦。你見到第二代洗牌機就係有呢個窗口啦，第三代洗牌機就冇嘅。而第二代洗牌機你見到後邊呢，就只有一個好細嘅 LED， 而第三代嘅洗牌機呢，上邊有個風扇仔啦。第三代洗牌機你見到佢個窗口呢就好大個嘅，而入牌呢條嘢呢，第二代洗牌機呢係特別長嘅，第三代就窄啲。原因係第二代洗牌機入牌呢啲牌係斜斜地咁樣放落去，而第三代洗牌機入牌嗰啲牌呢，就係平咁樣個面向上咁樣放入去，所以好容易見到嗱。大家可以睇到呢個斜斜地嘅就係第二代啦，而大家見到呢一個平放入去嘅就係第三代，其實好容易睇得到嘅。咁第四代洗牌機如果而家喺澳門都見到噶啦，就係佢調翻轉，係冇文冇字嗰邊就放喺上邊嘅。好，咁我亦都開俾大家睇下，其實洗牌機入邊嘅係點嘅樣呢？洗牌機入邊其實你見到好簡單，就係一個輪啦，跟住就會咁樣將啲牌放入去喺嗰邊出啦。而第三代你睇到同第二代洗牌機呢幾乎係一樣嘅，都係一個輪。咁呢個我就特登冇放牌落去，等你睇到埋入邊嘅結構啦。呢一個就係大家好少見到嘅第四代鱷魚機啦。所謂鱷魚機嘅結構都係有一個輪，然後就會喺入邊如此類推咁樣做，因為佢哋好多嘅核心結構都係冇變過嘅。然後就利用呢一個咁樣嘅核心結構，再加好多不同嘅嘢。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冇辦法知道啲牌嘅順序，就係佢唯一嘅目的啦。喺呢度都同大家講下啦，我哋會喺澳門最近操作最新嘅賭場漏洞項目，而且其實唔止得一個，我哋有幾個項目係同時進行緊嘅。有啲係比較簡單，新人都可以參加。其實真係難得一見喺澳門竟然有新人可以參加嘅賭場漏洞項目，可以獵奇了解，甚至乎嘗試入行都可以。有部分就一定係要有經驗嘅行家先得啦，所以無論你係行家又好，無論係新人又好，或者甚至乎你已經喺澳門操作緊最新出現咗嘅漏洞，包括係我哋而家你見到諗到嘅項目，呢度我暫時就真係今次少有地唔方便講個項目嘅詳情啦。知道嘅咁就自己知道啦。你如果係行家又覺得想一齊做，或者而家已經喺澳門做得幾辛苦，覺得效率唔高，如果有團隊更加好嘅話，可以同我哋試下一齊傾下點樣合作。我哋而家其實亦都喺澳門開始越嚟越大肆操作噶啦，歡迎你聯絡我哋。
喺我哋嘅影片嘅聯絡欄嗰度，即係我哋嘅說明欄嗰度就有個連結，咁你撳嗰個連結就可以了解一下啦。如果你純粹有興趣想知道洗牌機漏洞係乜嘢，或者想知道呢個洗牌機漏洞嘅詳情，都可以聯絡我哋。不過呢度我都再一次強調，如果你係冇經驗新手嘅話，呢一方面我覺得你唔好了解啦，因為真係唔適合新手嘅。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邊留言，冇問題都可以留下言，幫我增加下個演算法啦。記得贊同我呢條片，訂閱我嘅頻道，撳埋新片通知個鐘仔，like 我 Facebook follow 呢上集啦，拜拜。